大家好，今日我嚟咗深圳嘅東門，同大家周圍行一行。呢度咧係東門町美食街，呢度嘅小食咧價錢都比較平，同埋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。另外咧，我去咗東門一間性價比好高嘅按摩店，呢度咧個技師按摩咧力度夠，而且咧仲有啲按摩套餐咧價錢都比較抵，全店都免簽小費。呢個套餐咧仲包埋做頭療同埋頭部嘅酸蒸。今日嚟咗深圳羅湖區，喺東門老街站呢一間按摩店木心園養生館。大家咧喺羅湖口岸過完關，出咗關之後咧可以坐翻深圳地鐵1號線，坐2個站嚟到老街站落車，喺翻 C 出口出站，喺 C 出口出翻嚟呢度咧係檸檬街商城。大家沿住指示牌過咗咧呢堆咧賣衫嘅商鋪，再沿路一路向前行，然後咧上翻樓梯。上返嚟路面，上到嚟路面呢個側邊呢，就係百貨廣場西座，再沿路一路向前行，呢邊呢都係啲小食街同埋茶飲店。行返前呢，就可以嚟返今日做按摩呢個大廈百貨廣場東座，入返去升降機大堂，搭返 lift 上去23樓。喺23樓出 lift， 出 lift 之後呢，會見到按摩店嘅指示牌，嚟返2310室就可以嚟返按摩店。入到嚟同大家睇一個價錢牌，呢度咧有多唔同嘅項目可以選擇翻。見到咧腳底按摩咧價錢都比較抵，最平嘅項目咧68蚊，而且咧全店都係免簽小費。呢度咧仲有啲中式按摩同埋其他嘅精油 SPA 嘅項目可以選擇。另外按摩店咧比較受歡迎嘅項目咧就係頭療啊，都比較養生。呢度咧仲有套餐可以選擇，有足療加全身按摩、足療加精油。同埋我今日做呢個項目咧係頭療加精油 SPA，100分鐘咧都係198蚊。呢個項目咧性價比都比較高，做足2 part，200蚊有找。另外大家咧做會員充值，仲可以免費送贈翻額外嘅金額，同埋咧仲可以用會員價去消費，性價比咧更加高。同大家參觀一下按摩店嘅環境。呢度咧足療大廳，按摩店咧都受香港嘅朋友歡迎。香港嘅朋友咧都會中意做按腳同埋做頭療啊，因為大家咧翻工都比較攰，比較辛苦，放假咧都嚟深圳呢度鬆一鬆。呢度咧就係做頭療床嘅空間，啱晒中意做頭療嘅朋友。另外咧按摩店咧有雙人房，大家咧2公婆情侶咧都可以一齊做按摩。另外呢邊咧仲有啲美容間，做完頭療職員咧可以幫你吹翻個頭。我咧另外做一個項目咧係足浴啊。呢個價錢咧差唔多平通全個羅湖啊，68蚊，而且咧免簽小費。一開始咧泡腳嘅時間，技師會幫我按下啲膊頭肩頸位，唔會嘥咗啲時間。泡完腳開始咧做腳底按摩，呢個技師啊力度夠。我哋咧行路都行得多咧，都比較攰。按腳咧都需要咧比較力度大嘅技師咧先可以幫我哋舒緩到。呢個技師嘅啲手法咧夠晒正宗。同埋夠力咧，先按到咧我哋啲筋腱位啊，要按到落去啲穴位咧，先可以舒緩到我哋平時嘅勞損啊。同埋技師咧唔會用啲死力啊，啲力度咧恰到好處。跟住我做呢 part 嘅項目係頭療加精油 SPA， 呢個項目咧100分鐘都係198蚊，價錢咧非常之抵啊！一開始咧做好按身，我鬆咗咧技師啊幫我做推油，大家都見到啦，技師嘅力度夠啊。我哋咧啲膊頭啊、啲肩頸位都比較攰、比較緊啊。見到技師都好勤力，落手咧夠晒密。我哋啲揼慣骨都中意揾啲力度比較大嘅技師，先可以滿足到我哋嘅需要啊。按完上半身，技師幫我咧推下啲大腿嘅位置。同樣咧，我哋成日周圍去行得多，呢啲小腿、大腿嘅位置都比較攰、比較冤，技師都可以幫我舒緩到。同埋呢啲大髀位咧都有啲淋巴嘅位置啊，間中咧大家推推咧對身體都有益。大家咧按摩中意力度夠咧，揾呢個技師啊一定啱你心水。之後咧就做呢個肚部按摩，肚部按摩咧可以舒緩下大家咧腸胃嘅不適，有時有啲肚脹脹嘅感覺咧都可以舒緩到。做完推油呢一 part 咧，跟住咧出翻嚟頭療房呢邊咧做頭療嘅部分。大家咧翻辦公室翻得多，又或者成日睇電腦、睇電視、睇手機，都有時咧有啲頭昏腦脹嘅感覺。我本身個人咧都比較中意做頭療啊。
仲有頭療咧，可以幫大家舒緩翻平時嘅緊張壓力，可以俾自己咧放鬆下 relax 下，個感覺都好治癒。之後咧就做呢個瀑布水循環，會有啲水咧暖暖地射下個頭咧，個感覺都舒適。同時技師會用啲頭部按摩嘅架撐，幫我哋咧舒緩下頭上面嘅穴位，同埋按下呢啲肩頸位置，按到我咧舒服到咧瞓着咗覺啊！我哋頭上面同埋頸上面咧都好多呢啲穴位啊，技師咧幫我撥下啲筋位咧，個感覺都好舒適。之後咧會做埋呢個頭部嘅酸蒸，頭部酸蒸係香港嘅朋友都好中意，可以幫助我哋咧血液循環同埋活血去瘀，可以咧令我哋身體咧變得更加健康，感覺都養生。做完之後咧，感覺咧成個人都精神咗，同時可以幫助大家睡眠。大家咧瞓覺瞓得唔好咧，做個頭療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可以幫大家去舒緩翻。做完個頭療，跟住咧技師會幫我哋吹翻個頭。呢度嘅服務咧夠晒貼心。喺木生源養生館做完按摩，呢度咧技師咧夠晒專業，同埋員工咧都好好禮貌，有賓至如歸嘅感覺。同埋呢度價錢抵啊，而且位置夠方便，喺正東門老街站。大家離開深圳咧嚟做按摩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做完按摩落翻樓下咧，過翻對面咧就係東門町美食街，同大家周圍行一行。呢邊咧重新開放翻嚟，感覺呢度咧通道闊落咗，相對咧比以前更加好行。嗱，呢度啲生蠔咧啲蠔咧好大隻啊，見到咧大概6蚊一隻到。另外對面咧呢檔咧有好多啲海鮮、瀨尿蝦，有啲蟹。另外呢個咧好似糯米飯嘅小食啊。另外呢檔咧買啲廣式嘅小吃，類似粉果啊嗰啲咁嘅小食。對面咧仲有啲印度嘅薄餅、印度飛餅，同埋呢啲水果茶咧價錢都比較抵啊，6蚊一杯檸檬汁。行翻前啲仲有檔咧食啲烤羊啊，中意食羊嘅朋友啱晒啦。另外咧仲有啲好受歡迎嘅花甲粉啊。花甲粉咧個人都幾中意啊，呢啲清清地，感覺咧冇咁漏。行翻前咧仲有檔咧撈汁海鮮，見到咧有啲鮑魚啊、瀨尿蝦，同埋各式嘅海鮮啊。另外隔離咧仲有啲呢啲叫做缽缽雞啊。另外咧仲有檔咧超平生蠔啊，18蚊嚟有7隻嘅燒生蠔。咁雖然咧 size 比較細啲，但係勝在價錢夠平啊，都相當抵食。行翻前咧，美食街咧依邊仲有個通道，入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檔口啊。另外仲有檔咧食海鮮、食烤魚嘅餐廳，方便翻啲朋友仔咧唔使專登去海鮮街，咁啊東門咧都有得食海鮮。另外呢條街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檔攤啊，同埋東門町呢邊咧好興呢啲回轉火鍋啊，見到咧30幾蚊，加埋湯底啊都係42蚊。另外仲有啲長沙臭豆腐。仲有啲其他嘅串燒檔口，同埋仲有檔咧老北京冰糖雪梨湯，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。嗱，呢檔咧又係食嗰啲缽缽雞，2蚊一串啊！呢啲食10串都係20蚊，食得多咧都唔會肉痛啊。行咗出去街口咧，仲有檔順德水牛奶甜品鋪，都好多朋友仔咧喺度食甜品。今日咧喺深圳東門啊，呢度咧做完按摩，同埋咧喺度行下個美食街。大家離開深圳都可以過嚟呢度行下，做下按摩，揼下骨。今日片同大家睇到咗先，中意朋友俾翻個 like，我哋翻個頻道啊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